龍心講解。前奏4拍，字母8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一段。1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2。第二段。1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 2、3、4、5 6、7停8。時間就下。1 2、3 4、5、6、7 8。2 2、3、4、5 6、7、8。重做。3 2、3 4、5 6、7、8。4 2、3、4、5 6、7、8。好啦，字母序下。第一是前奏字母1 2，第二次間奏翻嚟跳1 2 2，間奏結尾。